就开始。好忙好忙，我忙着想要干什么，好多事好多事，怎么感觉我可能会很忙？每天无聊时，我会上脸书，然后我会看见很多人比我还无聊，写一些有的没的没营养的东西，谁看啊白痴啊，其实我会看，因为我无聊，我无聊。网络说人在无聊时要搞一些有气质的事，所以我喝咖啡听音乐还要装逼装逼。其实无聊不是没事干，只是想不起来要干嘛。有人叫我无聊，可以去做梦，梦里什么都有，可以很忙很忙，绝对不会无聊，不会无聊无聊无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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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每天无聊时，我就开始好忙好忙，我忙着想要干什么，好多事好多事，怎么感觉我可能会很忙？每天无聊时，我会上脸书，然后我会看见很多人比我还无聊，写一些有的没的没营养的东西，谁看啊白痴啊，其实我会看，因为我无聊。要搞一些有气质的事，所以我喝咖啡听音乐还要装逼。其实无聊不是没事干，只是想不起来要干嘛。有人叫我无聊，可以去做梦，梦里什么都有，可以很忙很忙，绝对不会无聊，不会无聊无聊无聊。啦啦啦啦。想说啊，人在无聊时要搞一些有气质的事，所以我喝咖啡听音乐还要装逼。其实无